我哋用咗25年堅持記住每一個要被記住嘅人。我哋記住全伯，佢教識我哋照顧腦退化長者唔只得一套方法。我哋記住黃生，當我哋15年持續照顧佢媽媽之後，佢持續贊助中心培訓更多專業嘅同工去照顧其他有腦退化症嘅老人家。仲有我哋尊敬嘅郭教授，作為醫生、學者同中心嘅掌舵手，佢積極將世界各地可以改善腦退化症嘅諗法帶到嚟香港，每次都想令中心再行前一步。一定要提到 Anita， 有佢喺度，成個中心都會光一啲，溫暖一啲。慧瓊同阿心同我哋話，老人家嘅照顧唔只係守住佢哋一日3餐，仲係令佢哋每個人有被尊重嘅感覺。係 Florence 教識我哋，每一個項目都唔係冷冰冰嘅，背後係點樣令老人家嘅生活可以更好嘅熱情。要勇於創新，先可以一點一滴咁累積腦退化症人士嘅福祉。我哋會記住吳小姐，佢教識我哋企業一樣關心腦退化症人士，令我哋嘅社會更有效咁幫助到有需要嘅人。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去創造一個腦退化症友善嘅社區，亦都係團隊裏面嘅 Kenny 教識我哋，除咗學識專業嘅長者服務，對老人家最有幫助嘅就係以人為本嘅態度。祁志源25年嚟，我哋每一個人都值得被記住，每一個故事，每一個面孔，無論時間點變，我哋始終陪伴每一位腦退化症人士同家屬身邊，守護佢哋嘅尊嚴同希望。我哋未來會繼續為每一位有需要嘅人創造更多值得被記住嘅瞬間，同大家一齊繼續前行。